上一集咧，我哋講回測啦，嗰個結果真係令人意外咁有驚喜啊！但係我有提過即係如果你做回測或者真係實盤運行之前，我譬如我有向上睇嘅一個量化交易嘅程式，咁我首先我覺得個市好似應該係向上多啲喎，咁我就用向上睇嗰套系統啦。咁仲有大型上落市嘅大型上落市，咁我咪即係個波幅喺你自己覺得某個上下限區間都係合理嘅，咁你個程式咧，你就要調校得中性一啲即係食佢個高低位咁就係為之一個比較中性啲嘅一個量化交易嘅策略咁仲可以嘅即係你唔一定做日經㗎，你任何市場任何市況你只要覺得有靈感有方向，睇一段時間佢會傾向一個乜嘢類型嘅走勢咧，咁你先至可以揀嗰套系統去真係實試嘅。實試之前必然你一定要做好多好多嘅測試先至可以話我起碼唔使時時刻刻睇住啊！我每日或者每個禮拜睇下個正負回報係結果出咗嚟係點樣先啦咁有向下，當然有向下嘅市況，有向下嘅策略啦跟住落嚟我會上一條片我就用咗日經225啦呢個指數5分鐘圖用一個比較樂觀嘅策略去應對呢個市結果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如果係咁就好啦，相當滿意噶啦咁跟住落嚟我會用翻同一段時間同一個標的即是我會用翻3月3月12至到呢個6月尾但係我用另一個策略，呢個策略咧係比較中性嘅即使我唔知睇好睇淡食下啲底頂咁樣應該都唔錯咁結果出咗嚟咧係又相當之有趣嘅因為佢出咗嚟嘅效果咧佢如實反映咗佢呢個量化交易系統會表現到啲乜嘢嘅結果出嚟嘅跟住落嚟我哋就會開片。呢一個咧就係我講緊嗰個比較中性啲嘅一個回測嚟嘅即是話你買賣嘅條件咧，可能上面下邊設定一啲工具一啲參數咧，可能係幾乎係完全一樣嘅。譬如 RSI 可能80我就賣啦20我先至買翻咁樣。咁假設係咁樣單一個條件先啦咁佢結果出咗嚟咧，個市唔係單邊咧，都理論上唔會錄得啲咩虧損，甚至應該會理論上係會有一啲盈利嘅但係喺頭嗰段時間佢係叫大型上落啦你會儲一啲倉，你會要守一段時間，某啲時間你會輸錢嘅但係你儲咗倉之後，佢又譬如向下，佢會翻上去嘅，咁嗰度你係會賺錢嘅上咗去一大輪，你儲咗啲淡倉落翻去，咁你又係會賺錢嘅。但係後期個日經演變咧，就係佢大型上升瘋狂上升，咁你不斷儲淡倉嘅時候最終都係講個倉底倉量啦你係唔夠力去支持佢呢一個大型上升嘅，結果去到最後呢一個所謂中性嘅倉咧，變咗係一個輸錢機器。跟住落嚟咧，就係同樣嘅日經，同樣嘅時間只係將個策略輕微嘅啫，輕微改動，變為一個向淡啲嘅交易嘅程式嘅策略，即是話容易啲就賣出難少少先至會買翻入。好明顯呢一個動作就係睇淡日經啦
咁結果出嚟都不如大家所料噶啦，一定係會好快進入一個虧損嘅範圍，並且係不能收復嘅。如果真係，我諗相信都唔少人會有覺得，日股升咁多太高，我就攞呢個策略出嚟啦，咁都未必一定會話進入一個咁嚴重嘅虧損嘅，因為中間我哋可以人手去介入嘅。必須開始一個策略之前呢，制定呢一個策略，如果令到我虧損有幾多個百分比呢，我必須要停止。我自己認為咧，停止係一個最佳嘅一個選擇嚟嘅。如果你人手干預加一啲動作，咁變咗係會好亂嘅。你自己同個策略喺度戰鬥，同個策略喺度對抗咁就應該係首先係停止咗佢。我覺得為之係最簡單直接當時你嘅壓力會少啲啦。你變咗仲忙過你唔用策略。你用策略你就由得佢，你如果自己要同個策略對抗，哇，佢會唔會又亂嚟㗎？咁於是乎你就會熄咗部電腦，或者驚咗呢一樣嘢嘅程式交易。如果你唔係用人腦控制電腦咧，你會跌入去一個好恐慌嘅狀態嘅。呢個必須要去提醒啦。至於你話有人問我而家個日本股市點睇啊？其實我自己傾向真係中性到中性進入虧損啦。中性進入虧損就應該好好檢討啦。呢個係小弟嘅愚見嚟嘅。因為中性本身佢喺一個正常嘅市況之下都會有微利啦，我唔好講話可觀啦，都會有微利嘅機會可以發生嘅。呢度我係將個毛拖翻慢佢啦，睇下嗰個虧損仲佢會唔會有動作咁。呢度佢係有，如果大家想睇咧，佢曾經有出現過按金唔足夠嘅情況嘅。咁喺呢度睇完咗頭先嗰兩條片啦，即係唔知大家覺得精唔精彩或者了解到個中道理有幾多？我唔係講話我有好明而係佢三個策略表現係好唔同，但係其實如果市況係唔係咁極端嘅話咧，咁就另一個故事啦。即係話你唔係揀呢個地方。或者呢個地方當時唔係呢一個嘅景象，係一個超級大牛市嘅，咁結果係好唔一樣嘅。咁至於話你見到佢賺錢變咗蝕錢，中間嗰一個即係中性啲嗰個賺錢變咗蝕錢，嗰陣時我可唔可以人手干預啊？咁當然可以啦，但係你係必須要考慮你干預嗰個初心係乜嘢，或者用呢一個策略嗰個初心係乜嘢？有陣時有啲決定咧係如果發現係有啲唔對路咧，必須要盡快馬上修正嘅。尤其是最後尾嗰個回測，最後尾嗰個回測咧係用一個傾向偏淡嘅但係掉咗入去一個好瘋狂上升嘅市場，咁你見到嗰個虧損咧係好快脆出現並且係不能收復係損失慘重嘅咁你話我決定咗噶咯喎，我決定咗係俾電腦做噶咯喎，呢度嘅錢贏輸唔緊要，理性嚟講應該唔係咁樣嘅如果唔知大家會用啲咩嘅條件去做一個交易啦？理性嚟講，每一日起碼都會睇一次個倉咯。個正負回報係點有咩成交符唔符合我要求呢啲一定要睇嘅。如果你一兩日冇睇，或者覺得個份量好輕嘅啫，唔緊要有某程度上風險你都可以承擔得到嘅。咁至少我建議，至少每個星期都去
睇佢一次嗰個正負回報嚇，因為你睇得多同睇住個市就分別變咗唔大㗎啦。你都係牽腸掛肚啊，或者係喺可能未你之前設定咗嗰個可以接受個盈利虧損嘅情況之下，經已人手干預咗咧，咁嗰個量化交易嗰個意義就會失去咗啊。咁呢度可以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討論一下，如果大家未有或者係有好經驗豐富嘅量化交易嘅高手咧，都可以真係可以指教一下、討論一下、留言一下。多謝多謝。